年喺大陸差啲俾老蔣禁絕，呢一段歷史我估計99%識粵語嘅人都唔知道。今日我分享俾大家。翻開早期國民黨嘅歷史，你會發現佢係一個有住濃厚廣東色彩嘅政黨。孫中山本身就係廣東人，佢長期以廣州作為革命嘅大本營。黃埔軍校建喺廣州，北伐大軍都係從廣州誓師出發嘅。而當時國民黨嘅核心人物，好似胡漢民、廖仲愷、汪精衛等等，都係廣東人。所以喺嗰個時候，國民黨高層開會多數都講粵語。後嚟網絡時代盛傳粵語，差一票成為咗國語，估計就係咁樣嚟嘅。當然啦，呢個不過係講一下笑啫。但歷史上邊確實有個細節好有意思。喺1926年北伐誓師大會上邊，蔣介石作為北伐軍總司令上台演講，佢講嘅係一口帶住濃重浙江口音嘅國語，好多廣東嘅軍民根本聽唔懂，要靠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喺旁邊翻譯成粵語，台下嘅人先至能夠聽得明白。喺當時嘅廣東革命圈子裏邊，講浙江話嘅蔣介石係個名副其實嘅少數派。北伐成功之後，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風向就開始變啦。1930年，隨住國民政府喺南京企穩腳跟，一場以統一國語為名嘅語言整合運動正式拉開帷幕。首先就係軍政系統內部嘅改變，官方下令所有嘅黨政機關開會辦公匯報，甚至係公務員考試都必須使用國語。緊接住教育部推行國語注音符號，要求全國嘅中小學加強國語教育，教材同埋讀音都要全國統一。老一輩用鄉音誦讀經典嘅傳統，逐漸就被視為唔標準啦。老師如果國語唔達標，甚至會面臨被淘汰嘅風險。隨後南京政府又以不利國家統一為由，嚴格限制廣播電台裏邊嘅方言節目。當軍政教育同埋廣播媒體被層層整頓之後，到咗1936年，國民黨政府當局又將矛頭對準咗大眾娛樂嘅最前沿——電影。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直接出台政策，嚴厲限制地方方言有色電影嘅拍攝同埋放映。雖然政策明面上邊講嘅係限制方言，冇直接點名粵語，喺當時全國嘅電影市場裏邊，只有粵語電影係有相當成熟嘅產業鏈，真正能夠有能力同國語電影爭奪市場。一個靠廣東起家嘅政權，點解喺掌握全國權力之後，反過嚟要對粵語下狠手呢？呢度表面上係語言政策，背後其實係有住好現實嘅政治算盤。當時嘅粵語片唔單喺廣東本地有好龐大嘅市場，喺香港、澳門乃至喺東南亞同埋北美嘅華人圈裏邊，都有好強嘅文化號召力。從南京中央嘅角度嚟睇，呢個絕對唔係幾部電影、幾句地方語言嘅問題。一方面，南京政府要推行中央集權，做到軍政教育乃至思想文化嘅統一。另一方面，喺此之前，廣東地方勢力派依然係好強嘅，比如南天王陳濟棠就長期控制住廣東嘅局勢。南京中央好多政策到咗華南，未必能夠完全推行。呢度仲有一個關鍵嘅時間點，1936年前後，廣東局勢發生咗變化。兩廣事變之後，陳濟棠失勢，南京對於廣東嘅控制明顯加強。亦正係喺呢個背景之下，原本好難壓落去嘅粵語電影問題變得有機會可以喐手啦。喺蔣介石睇嚟，粵語背後連接住嘅係盤根錯節嘅廣東地方軍政勢力同海外嘅華僑網絡。粵語電影同埋文化越繁榮，華南地區嘅凝聚力就會越強。南京中央想真正整合華南，就越嚟越唔能夠忽視呢一股力量。所以禁絕粵語片，本質上就係一場借住推廣國語之名，行中央集權之實嘅政治大洗牌。但係禁令一出，馬上就喺整個華南乃至海外華人之中，引發咗激烈嘅反彈。當時嘅華南電影界立即抱團發起咗浩浩蕩蕩嘅挽救粵語片運動，製片人、導演同埋演員聯名上書，甚至派代表直接去到南京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請願。而海外華僑嘅抗議更加係直擊要害。南洋嘅華僑商會通電南京，打出咗兩張極其有力嘅牌。第一張就係鄉愁牌，華僑質問國民政府：我哋唔懂國語，全靠睇粵語片嚟寄託對故鄉嘅思念，你憑乜嘢剝奪我哋嘅權利呢？第二張就係愛國牌，當時日本侵華危機已經逼近，華僑就表示：
我哋係通過粵語向海外嘅鄉親宣傳抗日救國動員募捐嘅。你禁絕粵語片，咁咪就係阻礙抗日宣傳咩？因此，南京方面亦都不得不有所顧慮。畢竟海外華僑一直都係支持革命同埋抗日嘅重要力量，唔能夠完全無視佢哋嘅態度。於是只能夠揾咗個台階落，宣布禁令延緩執行。緊接住1937年77事變爆發，全國抗戰打響。隨住上海同埋南京相繼淪陷，國民政府被迫西遷重慶，國家局勢急轉直下。呢一場原本聲勢浩大嘅粵語片封殺，亦都順理成章咁樣不了了之。不過呢一場粵語片禁令風波，就帶嚟咗一個意想唔到嘅歷史後果。為咗躲避國民政府嘅文化審查同埋內地嘅戰亂，大批嘅電影人才同埋資金設備開始加速向香港轉移。正係呢一批人才嘅南下，為後來香港粵語長片嘅黃金時代，以及80、90年代風靡亞洲嘅香港電影提供咗重要嘅人才、技術同埋產業基礎。蔣介石恐怕萬萬都冇諗到，佢當年想打壓嘅粵語片，反而喺香港揾到咗更大嘅舞台，並最終成咗東方好萊塢嘅崛起。回顧呢一段歷史，我哋可以睇到，語言從來都唔只係一個溝通嘅工具。一個國家當然需要一種共同嘅語言，令到天南地北嘅人可以順暢咁樣交流。佢嘅作用應該係一座連接彼此嘅橋，而唔係一把切斷地方感情同埋文化嘅刀。同樣推廣普通話，亦都唔係要禁止同埋消滅方言，而係為咗消除方言之間嘅隔閡。地方語言承載嘅係生活經驗、地方記憶同埋文化嘅多樣性，兩者並唔係非此即彼嘅關係。推廣普通話嘅目的，應該係為咗人人都能夠講普通話，而唔係為咗人人只講普通話。傳承粵語迫不及待，係我哋呢代人嘅歷史使命。我喺呢度再次呼籲大家一齊嚟撐粵語。粵語當年喺大陸差啲俾老蔣禁絕，呢一段歷史，我估計99%識粵語嘅人都唔知道。